说的很话嘛，你的眼就花的没边没样，说女人在你面前嘛，去提到她不给安全感的。你要说嘛，我特想听她讲什么。行了，对，那我们今天来听，接下来青瑶，我们听你说。这样就可以有这个情形看过啦，而且我提出来这分享嘛，咱就当重复来欣赏一下。从3岁半失去胳膊到成为大家口中的非常典范之后，我做了大概有上千场的演讲，给大家的一直都是坚强励志的形象。但是今天我要讲的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提过，最有可能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一面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有很多标签，残疾人游泳运动员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，全国自强模范。可是如果要让我给自己一个标签的话，那一定就是爱美狂人。我的家里有3个房间，最大的那个房间是我的衣帽间，我的高跟鞋就有100双。伊关键有一把香哦。我化妆就不出门，如果实在太忙了，也会涂上一支口红。我觉得不涂口红出门，就跟没有穿衣服上街一样。我特别喜欢旗袍，我觉得只有旗袍才能衬托出东方女性的美。我喜欢一张一张的画设计图，在上百种布料当中选出自己最中意的。这3个头拢是自己画哦，家己设计。我现在是所以吼，世界定真领尔。对所有的女生来说，爱美绝对是一种天性。伊就是当然爱水